啦，就係貴協會亦都係咧都可以主動去同我哋相關嘅一啲區議會啊，或者地區友好嘅團體都能夠一齊咧去合辦去推動啦。我相信對於件事情咧係會係更加理想。咁我哋期待我哋呢個社區能夠去貢獻一個健康和諧嘅社區。咁最後多謝我哋主辦方，同埋多謝大家嘅出席，祝大家都係身體健康啦，事順利啦。呢個檢測儀咧90秒就可以 check 到你中風心肌梗塞嘅風險㗎啦！一 check 驗出咧唔使驚，跟住有中醫師啦，有物理治療師啦，職業治療師啦，有通經絡啦，甚至乎有飲食同埋舒緩血壓血管嘅問題嘅解決方案喺度嘅。2、1，起身！有冇一個大嘅宣傳你舉手？
的咧就希望同大家一齊咧預防勝於治療，真係咧學習得好好，先照顧自己嘅身體。我覺得防範於未然。咁頭先數位講到嘅，我哋預防勝於治療咧係非常重要。咁一個健康嘅社區咧係需要我哋每一個人咧先照顧好自己。咁然後我哋有健康嘅社區嘅話咧，就可以一齊努力咧去叫經濟去改善人生。成立咗呢個萬年青樂齡服務嘅平台。咁頭先剛才介紹咁多嘅服務咧，都係佢哋嘅平台咧提供嘅一個專家咧喺度為大家檢查身體。要多謝我哋嘅主辦單位啦，萬年青樂齡綜合平台啦。今次嘅活動咧，主要係做呢個心血管嘅疾病檢測同埋預防嘅。同埋治療，如果你發覺咧潛在開始有問題啦，馬上去治療，其實就係冇咗我哋所謂講嘅長期疾病㗎，係全部都係醫好㗎。各位嘉賓，大家好。首先咧，好多謝我哋嘅主辦單位萬年青樂齡綜合平台舉辦今次嘅健康嘉年華啦。今次嘅活動意義係非常重大嘅，心血管嘅疾病作為影響長者健康嘅非常重要嘅因素。月至蛇年啦，咁今日咧我又講少少啦，就係咧我啦同埋3位區議員咧就同萬年青嘅平台咧合辦呢個健康嘉年華，最主要咧就係希望咧喺我哋社區入邊咧推廣多啲健康嘅資訊。喺度同大家拜個早年，祝大家新年進步，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心想事成。Hello， 大家好，我係羅大圈。
咁啊，應該大家咧都有啲朋友仔咧都見過面㗎啦。咁咧我都喺度祝大家最緊要係咩啊？身體健康。咁我哋嚟緊咧都有好多應該今日安排咗好多檢查俾大家嘅。